Hello，大家好啦。咁啊，今日係2025年4月22號啦。咁我哋今日睇下美股、美債同埋美元嘅走勢嘅變化啦。咁啊，我哋琴日就係亞洲市嘅星期一啦。咁啊開市，咁啊香港就係公眾假期啦。咁啊美股就開市嘅。咁啊我哋睇到債市嘅變化都唔大啦。咁啊3個月嘅變化都係4.4啦。咁啊2年就3.7啦。咁啊10年嘅就4.4啦。咁啊30年、20年嗰啲就維持喺4.9、4.8啊。咁啊明顯見到啊長債收益率咧就係上升，都係維持喺高位嘅。咁啊即係維持喺4.4啊、4.9嗰啲近5厘嗰啲位置。咁啊10年債息就有咗下跌啦。咁啊同前值嘅即係之前上個星期咁啊美國反彈嗰陣時間嘅高位咧已經係有咗下跌啦。咁啊最高嘅時候我哋見到佢係即係4月11號咧，最高係去到4.57嗰啲位嘅。咁啊，依家已經係有所下跌啦。咁啊，對於債市嚟講咧，我哋明顯見到就係佢長債息率拉長咗，咁佢收益曲線咧就成條咧就係向左，即係變成一個正常嘅曲線啦。咁話依家就係屬於比較平坦啲嘅，但係長債息率就維持喺翹起咗嘅。咁啊，預示咗咩咧？即係預示咗美國都唔會有咩經濟衰退嘅，只不過依家預期係有通貨膨脹嘅嗰個預期啦。咁啊，令到啲收益率會升高。咁啊，收益率升高嘅同時咧，嗰啲叫債券嗰啲價格咧就會下跌嘅。咁啊，即係話債市受到即係債價受挫啦。咁啊，對於債嚟講係即係唔好噶啦。咁啊，對於一啲債嘅投資者嚟講咧，可能就係一啲買入嘅機會啦。咁啊，最主要嘅目標咧就睇下美國真係會唔會衰退啦，同埋美國嘅通脹會唔會有所上升啦。好啦，跟住我哋睇下美股嘅三大指數嘅走勢變化啦。咁啊，琴日嘅成個 market 咧，咁啊，三大指數都全部大跌嘅。咁啊，道指啊跌咗成2.48%啦，S&P 500就跌咗2.36%啦，納斯達克咧就跌咗2.5%啦。咁啊，成三大指數都全部都下挫嘅。咁啊，即係見到嗰個市場嘅恐慌情緒咧，就係維持喺22啊。咁啊，即係好明顯就係冇咩太大嘅因素會令到個市場再會重複翻上個星期嘅反彈啦。咁啊都證明到一次性上次係只不過技術性嘅調整啦，即係話技術性反彈啦。咁啊因為主要就係因為關稅嗰方面嘅原因啦，其次就係一啲政治方面嘅因素啦，導致市場冇咩新嘅催化劑去令到個市場繼續去走好嘅。咁啊我哋而家就會睇下啲技術面嘅走勢，咁啊睇下後市嘅變化會係點啦。咁我哋首先就睇下美股啦。好，我哋睇下美股先啦。咁啊，美股嘅走勢都一面倒啦，成個板塊即係成個大多數嘅股票都係下跌噶啦。咁啊，七雄咧都係下跌啦。咁啊，為首跌得最勁嘅就係 Tesla 啦，跌咗5.75%。其次就係英偉達啦，跌咗4.51%。跟住就係 Meta 啦，跌咗3.35%啦。Amazon 3.6%啦，Google 2.8%啦，Microsoft 2.35%啦，Apple 都接近1.94%。咁啊，見到所有嘅芯片股啊，一啲電動車啊，或者一啲軟件公司都係下跌嘅。咁啊，一啲金融股都無所幸免啦。譬如一啲巴菲特嘅股票都要跌成2%，咁啊跟隨大市下跌啦。咁啊明顯見到依家就市況都係繼續下挫啦。咁啊冇乜特別嘅即係因素會令到佢上升啦。咁啊主要就係因為美股咧今個星期咧已經係有一啲財報公布啦。咁啊首先嚟到嘅就會有Tesla 嘅公布啦。咁啊佢應該就會喺4月22號即係會有所公布佢嘅業績啦。咁啊對於 Tesla 嚟講咧，佢個即係預期咧都會長期都會話已經係跌到好勁啊！依家就佢已經係跌到220蚊左近嘅位置啦。咁啊對於佢嚟講就已經幾慘噶啦 Tesla。咁啊即係由峰值係上年12月嘅中，咁啊接近500蚊嘅位置咧，咁啊依家跌到220蚊咧，咁啊接近係就腰斬咗一半嘅50%左右噶啦。咁啊預計佢就算出業期差咧，有機會出現反彈嘅情況出現嘅，即係利空出盡啊，或者係啲技術性嘅反彈啦。咁啊大家留意下後市嘅走勢會唔會有所即係會所繼續反彈啦。咁下方嘅支持咧，即係嗰啲低位咧，220蚊嗰啲位置咧，都始終比較強硬嘅。咁啊最低咧就去到215蚊左右個位，即係低位啦，冇再下跌啦。咁啊明顯見到下方嘅買入盤咧都幾多嘅。咁啊可能對於一啲
長期投資者嚟講，呢啲都係一個非常即係覺得係值得買入嘅價位啦。咁其次我哋睇下英偉達啦，咁英偉達就另外一隻跌得比較勁嘅公司啦，咁啊佢就都冇咩太好嘅利好消息啦，咁啊主要係受一啲關稅政策影響啦，咁啊就上一次反到去114蚊左右嘅位置咧，依家跌翻落去，琴日又跌咗4.51%，依家做緊96.91，咁啊距離下方嗰啲支持區咧就87.17嗰啲位置咧就大約有10蚊嘅即係區間啦，咁啊好明顯就跟隨大市有所回調啦，咁啊上升嘅動力始終係受限嘅，始終你關稅戰打即係政治不確定啊，或者一啲其他因素啊，令到啲市場嘅不明朗因素增高嘅時候咧，咁買入者唔會話太過即係會重倉買入或者係持續買入啦，咁啊令到個後市嘅價格咧冇咩即係冇乜投資者去買入嗰啲持續性買入嘅力量係減弱咗，所以明顯見到股價有所回調啦。好啦，跟住我哋睇下納指嘅走勢啦。咁啊，納指明顯就係見到佢又回翻，即係嗰個周線咧。咁啊，見到佢又會跌翻落去少少啦。咁啊，依家做緊嘅就15,873嗰啲位置啦。咁啊，對於後市嚟睇，咁啊有機會跌翻落去14,000蚊嗰啲位置。咁啊，如果由上方嘅2萬點啦，咁啊計翻落去7成，即係會跌3成嘅時候，就係14,000蚊左右嘅位置啦。咁啊，上次嘅低點就14,800蚊嘅啲位。咁啊，依家咧就如果同周線嚟講，佢今個星期有機會都下跌嘅。咁啊，睇翻嗰啲技術分析 MACD 啊嗰啲，全部都係即係始終都係維持喺弱勢嘅。咁啊，上方嘅阻力區就係17,300左右嘅位置啦。咁下方嘅支撐區就係14,000至到14,800嗰啲咯。咁啊，對於後市嚟講，咁我明顯見到納指就有機會係繼續去下跌回調啦，即係要一個緩衝嘅時間，睇下個後市對於嗰啲關稅戰啊，或者一啲其他方面嘅消息啦，咁啊一啲短線嚟講都係全線走弱嘅，咁啊有機會就試翻前次個低點啦，咁啊有機會下挫去14,000點左右嘅位置啦。好，跟住我哋睇下最受惠嘅比較大嘅受惠嘅產品就係黃金啦。咁啊，琴日黃金如果由日線嚟睇嘅話，佢個成一日嘅波幅都成100幾蚊嘅，咁啊大漲咗成3-4%左右啦。咁啊，對於黃金嚟講，一日升幅有100蚊嘅時候，佢個即係依家嗰個價位就係3,461蚊啦。咁啊期貨價，咁啊依家個都升咗1%，升咗36蚊嘅。咁啊，對於黃金嚟講咧，呢啲都比較有大嘅升幅啦。咁啊，見到即係市場個避險資金咧係擁有黃金作為避險嘅主要嘅產品啦。其次就係一啲 Bitcoin 啊，咁啊都會有所做好啦。咁啊，最主要嘅工具咧都係黃金啦。明顯見到呢幾日嚟講，佢個升幅都好大啦。咁啊，對於黃金嚟講，我哋係見到佢係如果你周線嚟講嘅話，佢由年中嘅時間，美股即係開始回調嘅時間咧，佢已經係有2,600蚊啦，上升到3,460幾蚊嘅位置啦，已經大升咗800蚊左右嘅位置啦。咁啊，對於黃金嚟講，你計翻個 ratio 都唔得3-4成噶啦，已經即係話對於黃金嚟講都幾大嘅啦。咁後市我哋睇下佢特朗普會唔會真係想炒咗鮑威爾啊？咁啊，分析就話咧，而家聯儲局已經都唔會即係話應該要減息噶嘛？特朗普話嘗試會唔會嘗試罷免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咧？呢個已經成為咗金融界最為關心嘅話題。咁啊，彭博社分析認為咧，即使炒咗鮑威爾咧，佢都唔會獲得任何好處，因為市場會同佢上堂啦。咁啊，即係明顯見到依家美國金融市場係比較混亂嘅，俾鮑威爾即係俾特朗普咁啊搞關稅戰啦。咁啊，關稅戰所帶嚟嘅短期衝擊咧，到即係明顯見到佢就算一啲友好國家日本啊，或者一啲國家佢啲談判都係屬於即係明顯屬於處於一啲膠著嘅狀態啦。咁啊美元即係特朗普搞咁多嘢出嚟咧，見到明顯就係佢個債市冧咗，股市冧咗，咁啊匯市都冧咗，美元咧已經係跌到去美元指數已經係跌到去98蚊嗰啲位置啦。咁啊明顯就係想佢哋依家即係如果話美國財長嘅原意就諗住話推跌嗰個美國10年債息啊嘛，咁啊即係諗住話美聯儲減息噶嘛，令到美元嗰個債券嘅收益率下跌，咁啊美債就多人買入啦，咁啊跟住美國嘅負債嘅情況咧，就個利息支出咧都會減少，咁啊有利於美國嘅
債市嘅買賣啦。咁啊，對於因為如果債市買嘅人多嘅時候咧，佢收益率自然會低啦，咁債價會上升啊嘛。咁啊，依家即係反其道而行啦。咁啊，明顯就債市嘅投資者一啲莊家咧，就同特朗普係背道而馳啦。咁啊，明顯就係美國財長係做唔到啲乜嘢啦。其次就係特朗普想美國重返製造業嘅嗰啲，即係製造業重返美國啦。咁啊，佢就係推跌咗美元個走勢啦。咁啊，咁樣就有利於美國即係啲製造業啊，或者一啲資產啊，或者啲農產品啊，一啲比較容易去即係出手啦。咁啊，競爭力上升啦。咁啊。其次，即係你明顯見到呢啲係有一啲自相矛盾嘅。你咁啊，雖然你美國國家你係屬於抗通脹嘅狀態，你又推跌美元嘅時候，咁你來貨價，咁你又加關稅，咁啊對於美國嚟講係一個美國人民嚟講啦，係一個非常痛苦嘅過程啦。咁啊，你又加關稅，啲物價會升啦。咁啊，你美國嗰啲美元又貶值喎，咁相對嚟講，你嗰啲貨品更加貴咗咯。咁啊，即係你從幾樣嘢一齊夾擊埋之後咧，咁啊，你諗下美國人民會係受到個價格嘅一變化嘅幾誇張啦。咁啊，可想而知有幾多人會出嚟反對特朗普咯，係咯。咁啊，後市我哋睇下美國總統特朗普會唔會真係炒咗特朗普咯。